到星期六都係我中意做運動嘅日子。小朋友，你最中意嘅運動係邊一樣啊？你中意跑步？你中意球類運動？定係中意游水？運動有好多種，大家都可以培養自己嘅運動興趣，做得運動多，身體亦都會更加好㗎。各位小朋友，跟住我再讀一次。星期六，星期六，都讀得幾好噃。最後嚟到星期日，星期日，逢星期日我都中意去郊外㗎，因為喺郊外可以呼吸到新鮮嘅空氣，而且可以認識到我哋嘅環境裏面好多好靚嘅嘢，可以睇到花草樹木，可以欣賞天空，又可以欣賞大地。各位小朋友，你都要多啲去郊